美国佛州有警察接到报案，苏查说敢若走唔到警，佮甲内底人连开6枪，弹死一个飞下的空军飞行员。以色列的选手晋级欧洲歌唱大赛总决赛，引起10万的挺巴勒斯坦的民众伫咧场外抗议。日本政府按算稳准商业用途的掠大型的长袖海翁，国防长官讲是为着要传承因的食食文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一件真罕古的社会消息。美国佛州竟然有警察接到报案要去查，说敢若走唔到警，佮甲这内底的人连续开6枪，弹死一个23岁飞的空军飞行员。这家属就真生气，要求爱查好清楚。Step back. Drop the gun! Drop the gun! 佛州警察初五接到一个公寓大楼发生骚扰的通报，去23岁飞的查甫人福特森主体门口敲门，开门的时阵发现伊手内有枪，虽然开几落枪，福特森送医救无倒来。He shot up. My baby was shot up. He was shot 6 times. 福特森是自赫尔伯特机场的特种作战连队国际飞行员。代志发生的时阵，伊家己一个伫厝，甲女朋友是先对话，所以女朋友有听到规段过程。对律师表示，因当时无发生任何扰乱。福特森听到真着急的敲门声，透过门框鸟眼看无人，所以有警戒，去牙清风身，煞就听到连小帅的枪声。伊的女朋友认为警察一定是找唔到警啊。Saw him with a gun,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they thought he was a bad guy, but he was a good guy. I need you guys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my son. I need you to get his reputation right. 律师讲，福特森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穿合法告尾。开门迄当时穿向涂骹，警员是安怎虽连开几落枪，倒伫涂骹了后，再要求伊甲枪放落，是毋是牵涉到种族偏见？爱清楚交代。警方初步否认找唔到警，表示开枪的原因是中国方为反应，目前已经暂时停职。警方甲州检拢已经展开调查，强调未隐瞒，也是暗砍事实真相。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年度的欧洲歌唱大赛明仔就要决赛拼冠军，不过今年上界大的争议是以色列的选手。自从去年以下战争，以色列进攻加沙了后，真侪民间团体就请愿，唔予以色列的选手参加歌唱比赛。不过这主办单位是强调讲，因这是一场无牵涉政治的音乐活动。不过后来，这位以色列的选手果然报名要演唱的歌曲，煞是引起真侪争议。因为伊的歌名叫做10月号，就是暗指去年10月的时阵，哈马斯凶向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而且在歌词内底嘛有未少数引起讨论。所以讲主办单位就要求伊爱改歌名、改歌词，才要互参加。即阵这位果然冲入总决赛，就互真侪挺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民众真不满。咱看上边这张相片，就是有9万人伫咧比赛的外口抗议。不过，咱来注意讲，这果然会当晋级，代表讲投票予伊的观众嘛真侪。对这点，咱会当看出讲，犹太势力嘛真强，社会分裂的状况可能会真严重。唱歌跳舞、灯光闪烁时的舞台，2024岁欧洲歌唱比赛伫当地初9办第2场的总决赛。以色列选手果然伫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的体育馆内底，伫到千名观众头前唱伊的歌《古风》，顺利得到电视观众投票晋级，予伊的情绪是真激动。Well, I feel I'm so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s. It's truly such an honor to be here on stage, performing and showing our voice and representing us with pride and making it to the finals it's something crazy. 个人的歌曲原本的名是10月号，互外界认为就是咧讲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虽然最后改歌名甲歌词，也毋过伊参加比赛甲晋级，正做比赛焦点。9万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包括瑞典环保人士同贝利，组织伫马尔默的主要广场示威行过市中心的街路，抗议以色列攻击加沙，嘛批评主办单位欧洲广播联盟的标准无同，甲欧盟亲像互种族灭绝变作合法。
I try to protest against the Eurovision because it's about songs, and songs is about love, and they should not be heard. 个人紧急的消息，传去以色列嘛，得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录影片的恭喜。כן, אני רוצה לאחל לך הצלחה. את יודעת מה? כבר הצלחת. כי את מתמודדת לא רק באירוויזיון, בדרך גאה ודרך מאוד מרשימה, את מתמודדת בהצלחה מול גל מכוער של אנטישמיות, ואת עומדת בזה, ואת מייצגת את מדינת ישראל בכבוד ענק. 虽然会场外口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声音，也毋过嘛有大约100名支持以色列的民众，在警察的保护之下欢喜庆祝。若是反以色列抗议民众，如果会伫11从国赛迄一天发起另外一场规模更较大的示威活动。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转来关心亚洲的议题，先转来看咱台湾。5月20新政府就要就任，这中国敢会阁出手阻碍咱的邦交？外交部长吴钊燮昨就表示，确实有2个邦交国有挂虑。外界就咧要讲是海地港、瓜地马拉，不过有学者是认为讲，这准总统赖清德就职演说安怎讲，就是中国观察因要安怎做的机票。我们的邦交没有问题，但是看到中国的这些作为也感到一些忧心就是会有长期的这些问题。大选结束了后，陆陆续续甲台湾断交，5日抗新政府就要上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催告讲，有2个邦交国长期来看会非常烦恼。外界推测就是海地甲瓜地马拉。学者分析，主要是爱看准总统赖清德就职的演说，对两方的关系是依持现状，或者是有其他层面的调整，这都是北京当局观察的指标。我觉得赖清德新总统上任之后，大概还是会这个菜归赖谁，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大概还是放在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是一些传统上对台湾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国家，美日，尤其美国是重中之重。台湾积极甲盟友交流合作，希望外交有突破。日本前国防部长，也就是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安全调查会长小野士午典，初步回应媒体的時陣，嘛講到台日交戰安保對話的可能性。日台関係については非常に難しい問題です。政府レベルでの交流というのはやはり外交上かなりハードルが高いと思います。ただ私たち政治レベルはその制約を受けません。日本の政治家はある時政府に入り政府の役割を果たします。政治の立場にいる間にできるだけ台湾との関係を強く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小野士午典表示，伊唔知影美国政府敢有研究台湾有代志的军事作战计划。不过日本为着要守护国土，会模拟各种的情形，拟定防卫甲避难等等的计划。嘛讲到台湾或者是菲律宾，检讨的情形拢真值得警戒。透过汉洋连接的这个国家有必要合作，对维持区域的稳定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将举行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针对因太太收人送的价达7万块台票的皮包，搁再回失礼，伊嘛讲检方当日调查。南韩总统尹锡悦催告伫咧就职2周年记者会，公开对伊看守警检司收名牌包的事件道歉，并且讲因为检方抑搁伫咧调查，为了要避免伊的言论可能被误解是要影响调查，所以无搁加讲。제 아내의 그 현명하지 못한 처신으로 국민들께 걱정 끼쳐드린 부분에 대해서 사과를 드리고 있습니다. 去年网络顶出现一段用运装摄影机翕的影片，韩的美籍牧师崔在勇2020年甲警检司见面，并且送伊名牌包的过程，警检司被指讲涉嫌不法，正是过去几个月以来尹锡悦政府头疼的问题。尹锡悦今年2月接受 KBS 电视台专访时阵讲，是因为伊的看守无法度领可的国籍牧师。韩国国会去年底为了要调查警检司甲因出来人的不法行为，通过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法案，要搁互尹锡悦刑事反国权。对反对党要求特别检察官调查警检司涉嫌炒股票，伊认为无发现嫌疑的情形下，想要制定特检法，政治意图真明显。 어떤 면에서는 그냥 정치 이런 공세, 정치 행위 아니냐, 진상을 가리기 위한 것은 아니지 않느냐. 그런 생각은 여전히 가지고 있습니다. 尹锡悦也回答记者有关经济、社会甲外交政治的问题。伫咧被问到美国后一任总统有可能是川普，伊讲无适合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不过相信韩美同盟的坚定关系未改变。另外，因为俄战争，韩俄的关系正解忧。不过，南韩的目标是伫咧经济或者是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甲莫斯科合作。因为日本方面，两个国家伫咧共同历史的问题上意见无同，不过为着两个国家后代子孙上，有必要爱合作。伫国内方面，会成立部门解决出生率愈来愈低的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日本有掠海翁的传统，过去为着保育，因是有限制讲，干那对几种的海翁会掠食。不过，即阵政府是按算要增加种类，稳准商业用途掠这大型的长袖海翁。官方长官就表示，这是为着要传承因的食食文化。另外，日本最近是传出这石蚌内底竟然有鸟鼠的尸体，所以讲业者是赶紧回收10万件产品。日本水产厅初稿提出计划，除了温存伫伊的沿海地区，商业掠3种较细型的海翁物种，也就是小球海翁、布氏海翁、加北球海翁。即摆佫新增加大型剃刀海翁会当掠。我が国において伝統的な食文化などを継承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这项提案是日本伫2019年7月提出国际掠海翁委員會，伫伊的專屬經濟海域內會當掠海翁5年後所提出的對公眾意見的收集。到6月初5。This range, so it's really more strength to it and hunt bigger whales is necessary. What are they doing? What are they hurting? They aren't hurting anybody or whatever. We have whale at the beach themselves in Australia. 一个外国名掠海翁管理机构官员讲，掠海翁的问题真敏感。当局这个计划并不是为了增加海翁肉的供应。掠大型剃刀海翁的船无一定爱甲量掠满额。日本长期以来掠海翁的活动，互众人议论，引起动保团体激烈反对。海翁对咱地球的环境甲防止暖化真重要。根据科学研究，伫地球提供上侪产素是海翁，有海翁的所在，就持续帮助累积咱人喘气所需要的浮游食物。浮游食物提供至少超过50%的产素。另外一方面，日本是按搁突找福岛航飞 PASCO 超小山型石蚌伫东京稻毛的生产线去互鸟鼠污染，有消费者投诉买回厝的石蚌有小动物的尸体，业者证实是亚洲居家环境真值款的鸟鼠之一乌鸟鼠，已经回收2款石蚌104000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全球上界大型的吸氮封存工厂要伫咧冰岛启用，因是会当甲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封伫咧土下底。预估当年会当收集3.6万吨的二氧化碳，等于就是减少7800台汽车。不过要安尼做，成本嘛真悬，做回来了解。工厂电风一直拍甲空气处理器内底，结果甲内底的二氧化碳抽出放伫咧收集的容器。这是伫咧冰岛名叫做蒙马的直接空气捕猎工厂，自这礼拜3开始启用，会当用化学物质除碳技术，抽出空气内面的二氧化碳，进行长期安全的封存。And when this CO2 charged fluid, the sparkling water, touches the rock, it releases these metals, and then they combine with the CO2 and form these carbonate minerals that you can see here as these white dots. 这种技术是将空气内面的二氧化碳抽出，进行长期安全的封存，结果把这寡碳放伫咧正深的地下，可以自然转化成做石头。蒙马自2002年6月开始起，是即马全世界上大的直接空气捕猎工厂，讲是全世界上大的输电器，估计一年会当掠3.6万吨的二氧化碳，等于是一年7800台燃油车的量。用无纸化设计，上最当装72个收集器，即马已经装12个，所来几个月就会增潮。We have built 2 plants in Iceland. The next plant, scaled plant, will be in the United States, very concretely on the Gulf Coast in the state of Louisiana. There, support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we'll build a plant up to 1 million tons of CO2 removal per year. 这间公司所来拍算伫咧加拿大、挪威、英国，甚至南半球去这种工厂，不过捕猎二氧化碳的成本无俗，一吨要加$1000，换算代表3万美。估计就要到2055年，才能降到一吨$100会当实际运作的程度。就伫全世界所有国家拢想要做能源转型，慢慢淘汰化石燃料的时阵，
澳洲伫咧催教所宣布，会甲世界各个相关的产业合作，提悬石油的开采量，继续烧天然气到2055年，甚至是更加久。澳洲政府讲，这是为着要满足国内能源供应的需求，来实现2035年用电网供应82%的再生能源，并且伫2055年实现净零排碳的目标。环保团队批评这项天然气政策是一场气候灾难。澳洲的国会议员也批评政府安尼先做事，航班饭桶无道德。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全世界听袂到的人口大概是有4亿6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约6%。亲像在英国听障者的比例就真悬，平均5个人都有1个听袂到。剑桥大学病院顶一日就宣布讲用基因疗法，让一个1岁外的囡仔听力恢复甲咧要正常。这对听障者来讲是一个真欢喜的案例。已经18个月，欧博桑迪伫老爸帮助之下，伫咧现伊也看无的囡仔册。但伊伫1年半前出世的时阵，因为先天的基因缺陷，互伊有听觉的障碍。一般的人透过耳仔去接受到外部的声音了后，会透过耳仔内面的构造去吸到毛细胞，互毛细胞生成离子。As the hair bundles are moved, ions rush into the top of the hair cells, causing the release of chemicals at the bottom of the hair cells. The chemicals bind to the auditory nerve cells and create an electrical signal, which travels along the auditory nerve to the brain, which interprets the messages as sounds that we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这个过程内面的关键是人在讲的耳机两倍，但是欧博出世的时阵，因为耳机两倍基因缺陷，耳仔内面的毛细胞会震动，所以无法度产生必要的化学物质，若要互脑部是无法度接受到音波的信号，变作听觉的障碍。剑桥大学病院做的基因疗法，就是入去耳仔内去注弱化的腺病毒。What viruses are designed to do, what their purpose is for them to put their genetic material into cells. And so with this attenuated adenovirus, we can drop a tiny little packet of genetic information into the cells, and that will provoke a change that is lifelong, we think. 专家讲，英国有基因疗法会针对人体主观剂量的病毒，但是嘛有正大的副作用的风险。美国宾州伫2023年的10月，嘛有非洲的查某囡仔伫接受基因疗法了后恢复听觉，但是这个查某囡仔已经11岁，医生认为讲1岁外后壁脑部搁在发育，愈早发现愈早治疗，对先天性听障的患者来讲是较理想的。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